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主張可以唔掹就唔掹，有次梗有飛士嘅正 K 生張耀。今日呢，我哋就傾一傾一個行業嘅話題，就係點解箍牙嘅糾紛特別多。我哋認為有以下幾點嚇。第一個呢，客戶嘅認知偏差同埋預期過高。好多患者喺我哋決定箍牙嘅時候呢，往往係低估咗我哋箍牙矯正嘅複雜性，對於最終嘅效果抱有過高嘅期望。佢哋所唔了解嘅係箍牙本身係一個充滿唔確定性嘅醫療行為。喺呢個過程之中呢，治療嘅周期長，舒適感差，會令到好多人難以堅持。喺呢個期間好多人可能唔按時復診啊，或者唔注意口腔衛生啊，有啲仲自行調整矯治器。咁呢啲行為都會導致我哋治療效果嘅唔理想。第二個方面呢，矯牙嘅方案設計唔合理。而呢個方案設計唔合理，我認為係引發糾紛最重要嘅原因。因為正 K 前嘅方案設計會直接影響到成個治療效果。個人認為案例成功與否，前期嘅方案設計係佔咗60%以上嘅影響。好多矯牙失敗往往源於當初一個唔妥當嘅矯牙方案，比如掹牙過多或者掹錯位置，可能會導致我哋牙根嘅刮開窗啊、刮開裂啊，甚至掹牙嘅牙罅難以關閉咁嘅問題。嚴重情況下仲會出現牙根吸收或者係關節損傷。如果遇到咁嘅情況，即使二次矯正亦都好難恢復到原先嘅狀態。咁呢種損傷更加容易引起糾紛，所以選擇正確嘅道路比正確行路更加之重要。